Nicole， 5月4號你去咗邊度嚟啊？我同屋企人返咗鄉下探親啊，好可惜參加唔到耶穌愛香港行動。不過我知好多牧區都去咗社區嗰度祝福喎。係啊，職 B 區、家庭區、學生區同埋初中組都去咗二波坊度報到，接觸咗好多唔同嘅街坊。既然呢個行動每年都會有，咁不如我哋下年一齊參加啦！就咁話啦。哇，呢度咁多人排隊係排咩㗎？我知，一定係嗰個G Dragon 啲演唱會飛。哦，咁我哋都唔好執輸啦，買咗咧去賣翻俾人都好嘛。3 hours later， 喂，到你哋啦！你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吓？乜我哋個樣似有小朋友咩？咪係咯，好似啱啱18歲啫喎。咁你知唔知自己喺度排咩㗎？咪 GD 嘅飛咯。你哋真係 GD 唔 GD 嘅喎，你就 G 就 G， 不過 G 就小領袖啊！但唔好意思啊，名額早冇晒啦。名額早滿晒，咁仲咁多人排隊嚟做咩啊？哦，佢哋排 Jesus 小領袖嘅3日2夜 camp 啊，專係為小2至到小6嘅學生而設。不過你哋都冇小朋友㗎啦，係嘛？你走啦，唔好攞我啲飛嚟炒黃牛添嘛！嚟緊新一年嘅 Jesus 小領袖將會喺7月21日舉行，由於反應熱烈，所以所有名額已經爆滿，多謝大家支持。而8月15至17日 Jesus 小領袖中亦會舉辦一個為期3日2夜嘅宿營，地點係荃灣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，對象係小2至小6嘅小朋友，詳情內容日後會再公布，請大家留意我哋嘅家事報告啦，或者可以揾馮慧玲兒童事工主任查詢。同屋企人去旅行有幾個保命攻略一定要知。第一，唔好輕易相信佢哋講嘅嘢。當你 plan 緊行程、揀緊酒店，佢哋話冇所謂，千祈唔好信。行程進行緊，問佢哋想食咩，佢哋話唔肚餓，千祈唔好信。總之，安排佢哋食好住好，家庭自然和好。第二，隨時 stand by 變影相誇誇群，冇乜嘢做就拎個手機出嚟影，唔好放過任何影相角度。影嗰陣仲要讚佢哋靚過所有風景，成為佢哋御用攝影師，個世界當堂美好啲啊！第三，嚟一次捆綁式家庭旅行，即係鼓勵阿爸阿媽嗌埋啲閨蜜兄弟，又或者姨媽姑爹一齊去旅行，多個人陪佢哋傾偈 shopping，旅程嘅快樂指數都即刻飆升啦。話時話，同屋企人去旅行都係想製造美好回憶啫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主恩會嚟緊將會舉辦懇親節開心 family 2天旅行團，地點喺惠州，2日1夜嘅行程，將會入住5星級度假酒店，豪食海鮮自助晚餐，食足4餐，成人嘅價錢都只係499蚊。而2歲至9歲嘅小徒就係399蚊，額滿即止。想知道付款方法同埋更多詳情，可以瀏覽教會相關海報。大家記住邀請屋企人一齊去旅行啦！好感恩喺2個禮拜前，嚟自馬來西亞嘅張牧師帶咗幾位弟兄姊妹嚟香港短宣，祝福香港嘅教會啊！而嚟緊7月份嘅馬來西亞短宣，我哋都將會探訪翻佢哋嘅教會，亦都會喺當地進行探訪、報道同埋服侍。有心志嘅你，記得快啲報名參加啦！咁今個月嘅家事嚟到呢度啦，喺呢度祝各位媽咪母親節快樂！我哋下個月見啦，拜拜。